大家好，我是方莹，我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也是克切拉的译名翻译。我是从英文翻成中文或汉文，然后翻译了已经有8年的时间，认识仁波切呢也有8年的时间。那么前2天呢是仁波切第一次透过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直播平台呢做了第一次的直播。那相信很多新朋友呢，可能对仁波切好像多了一点点新的认识，然后呢，好像也还有很多想要了解更多的事情，然后呢，而且这些年下来呢，我大概都接过了很多次人家问我，到底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是谁呀？他是哪里来的呀？他是几岁出家的呀？他的寺院在哪里呀？这些问题等等。所以呢，我已经给大家总结了10道问题，就是人们最常问到，到底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是谁的这一系列的10道问题，就已经给大家准备了，就今天就打算回答这10道问题。好，那首先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我在说的哪一位上师，是这一位，我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就是他。那关于他的10件事，你必须知道的哪10件事呢？好，第一个问题最常问到的，为什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他会叫占都古仁波切呢？这个占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占字呢，其实是我们仁波切他的前2世是属于一个寺院的。那这个寺院呢，在藏语里头，在藏文里头是叫参贡巴。Tam 其实这个占字呢，其实就是这个藏文 Tam 的一个汉字的一个音译。那我们仁波切它前2世的寺院就叫 Tam 贡巴。那这个 Tam 呢是什么意思呢？在 Tam 的在藏文里头，其实是对一个圣者的一个牙齿的这个尊称。也就是说呢，这个 Tam 贡巴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呢，他们曾经供养过一颗宗喀巴大师的牙舍利。那宗喀巴大师是一个圣者，所以他的牙齿呢不叫牙齿，在藏文里头它叫 Tam， 所以这个寺院供着这个宗喀巴大师牙舍利的就叫 Tam 贡巴。那所以呢，我的仁波切呢前2世是这个寺院 Tam 贡巴的住持，所以呢他这一世这个转世呢就沿用了他前2世这个跟这个寺院有的那个因缘，所以呢就用了这个转世的名号。那现在这个寺院就是所谓的 Tam 贡巴到底是在哪里呢？ Tam 贡巴其实就在现在的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的一个乡，那这个乡就叫杨拉乡。那这个寺院呢就在这一个地方 Tam 贡巴。那目前呢这个寺院还存在的。那这个 Tam 呢，其实在汉字里头，在国内被翻译成泽木寺泽木，所以 Tam Rinpoche 呢，在我们这边翻译来说，汉文翻译来说是变成占仁波切或者是占都古仁波切 Tam 出古或者是 Tam Rinpoche， 然后或者是严格上来说，在国内根据国内的这个翻译的话呢，是叫泽木寺。所以呢，仁波切因为 Tam 嘛，泽木 Tam， 那也可以被称为泽木仁波切。或者是但是我们都已经占都古仁波切已经用开了，大家都熟悉了。那至于出库，那 Tam 出库嘛，占都古为什么叫占都古？占是那个寺院的名字嘛，那都古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都古其实也是一个由藏文把它音译过来的一个汉字的一个音译，都古或者是足古出古其实是转世者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名字就证明了我们仁波切是一个转世者的一个身份。然后他这个 Tam 这个占或者这个泽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跟他前世的这个寺院有关系，所以就沿用了这个名号。那这个寺院呢 Tam 贡巴呢，我再一次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这个德清县的杨拉乡，就在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寺院。那我们的仁波切呢，其实在他7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僧人到他母亲的家就是去要把这个婴孩，这个7个月大的这个婴儿，把他带回寺院接受这个佛寺的这个教育。但是呢，他的母亲因为他是未婚生子因为这个仁波切的生母其实是
就是跟他的这个所谓的情人，就是仁波切的生父，其实是没有这个婚姻关系的。所以仁波切因为他是这个私生子的这个身份呢，其实他的母亲就不想让他这个事情曝光，所以就不愿意让这些僧人把他带回去。所以呢，这个母亲呢就回拒了那些来想把这个7个月大仁波切的这些僧人的就回拒了他们。然后就跟这些僧人们说，如果我这个儿子他真的是一个转世活佛的话，那他就自然懂得，就是他未来自然会有找到那个路，能够回到寺院去继承他过去所做的这些事业。那我们说回去主库或者是度库，其实他是转世者嘛。转世者可能大家听起来觉得，转世者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其实转世者其实就是活佛的一个概念。活佛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比较通俗的一个用字，它其实严格上来说，它不能叫活佛，而是一个转世者啊。所以转世者其实是活佛，活佛是大家比较熟悉，说起来一听就明白的这个意思。其实转世者就是活佛，所以呢，瞻仁波切或者是泽木仁波切啊，说瞻度固，其实就是一个活佛的一个意思，它就是活佛。好。那仁波切其实7个月大嘛，刚才说了7个月大是他第一次就是被认证为其实他就是一个转世者的一个身份。然后后来呢，在1983年，他在遇见了自己的根本上师迦杰至尊颂仁波切之后呢，迦杰颂仁波切其实也口头上承认，认证了这个18岁的小孩其实就是一个活佛，一个转世者。但是呢，仁波切其实真正获得认证，就是坐床，就是经过这个坐床的这个仪式，其实就在1990年的5月31号，正式的坐床，经过了这个坐床的仪式，被认证为一位转世活佛。沿用的这个瞻呢，仁波切瞻度固仁波切和瞻仁波切呢，就是沿用了在他前2世的这个寺院的名字泽木寺或者是参贡巴。或者是我们这边把它翻译成是什么瞻佛寺，所以呢，仁波切就沿用了那个名字，就变成今天大家熟知的瞻度固仁波切或者是瞻仁波切。好，是1990年的5月31号。好，第2个问题，仁波切到底今年几岁了？仁波切是在哪里出世的呢？他是藏人吗？仁波切是在1965年出世的，所以现在呢，今年是今年是2019年，所以仁波切今年已经54岁了。仁波切是在台湾的台北出生，然后他是藏人吗？他是藏人，他是一半藏人一半蒙古人，所以他是蒙藏的混血，因为他的父亲是藏人，母亲是蒙古人。然后仁波切会说蒙古话吗？对，仁波切会说蒙古话，然后也会说藏话，然后也会说英语这个也会。还有其他，那等一下我们再说。好，第3个问题，仁波切的上师是谁仁波切的上师是谁呢？其实中国的瞻度固仁波切呢有16位上师那我就跟大家可能念名字的话，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那我就已经准备了照片给大家看。这位呢是中国的瞻度固仁波切的第1位上师，他的名字是 Khenso Losang Tarchen Rinpoche。他是南印度色拉寺的前住持，也是仁波切的第1位上师，对仁波切有着非常深刻的这个影响。那他呢，其实也是传授给我们仁波切圣乐金刚跟金刚瑜伽母，也就是那洛喀却佛母的这个灌顶的1位上师。那仁波切是关于他的更多的这个资料呢，其实就是这位伟大的 Khenso Losang Tarchen仁波切是在1971年抵达美国。那仁波切呢，其实是在1972年才到美国的。那其实就意味着，其实瞻度固仁波切跟他的这一位第1位上师的这个因缘是非常非常深厚的。那这一位 Khenso Losang Tarchen仁波切呢，其实他本身呢也是迦杰帕莫嘎仁波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1世的Khyabje Pamukha Dorje Chang，就是迦杰帕莫嘎金刚持的他的非常亲近的一位弟子。也就是说，这位大师呢曾经在迦杰帕莫嘎仁波切的座下接受开示接受灌顶传承这些。好，仁波切的第2位上师是谁呢？其实就是迦杰林仁波切 Khyabje Lin Rinpoche
Kapje Lindo 这唱，其实这位呢，对格鲁派的这些修行人来说呢，是一点都不陌生的，因为呢，他其实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上师，是上师中的上师。那加杰林仁波切呢，其实是来自哲蚌洛瑟林寺的 Drepung Loseling Gompa 的。那他呢，跟仁波切之间的法缘是什么时候结下的呢？其实就在仁波切11、12岁的时候，刚好加杰林仁波切呢就到了美国的新泽西州，也就是 New Jersey。然后呢，当时候呢，加杰林仁波切呢就给了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还有其他的这些弟子们呢，给了这个兜率百尊上师瑜伽法，也就是 Ganden Hagyama 的这个口传，还有宗喀巴大师赞圆杯经 Miktema 的这个针对这个 Miktema 的这个开示，也给了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所以法缘呢是在那个时候结下的。接下去呢，这位大师呢也是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叫做 Geshe Tsutrim Gyaltsen。那这位上师呢，对仁波切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位上师呢，在仁波切16岁离家出走之后呢，就一直在他的照顾底下。那他呢，就像一位父亲一样，照顾着非常年轻的占都古仁波切。那因为这位葛西呢，其实他的汉文名字翻译过来呢，可以翻译成葛西促心格尔辛，或者是格西慈诚兼赞。他呢，其实是把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其实是把迦杰颂仁波切介绍了给这个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其实是说意思是说，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之所以能够遇见他的根本上师，是因为葛西这位大葛西的这个缘故，所以他们才有这个结下了这个根本上师的这个缘分。好，这位葛西呢，其实也是把这个多杰雄登的修持介绍给我们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他呢本身是来自甘丹萨祭寺，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上师，在西方国家特别有名在西方特别有名。那接下去呢，就到了这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我们的师公之一，也就是我们的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根本上师迦杰颂仁波切。迦杰颂仁波切呢，就是仁波切1983年在美国洛杉矶的时候，透过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位大葛西的这个关系下，认识了迦杰颂仁波切。那迦杰颂仁波切呢，对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生命的影响，相信熟悉占都古仁波切的朋友呢，一点都不会觉得陌生。他呢，除了是把这个多杰雄登的这个托命灌顶传授给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之外呢，也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上师，所以就把他视为根本上师。而且呢，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就是因为答应了迦杰颂仁波切，才去了印度出家为僧关于更多迦杰颂仁波切跟这个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故事呢，大家可以透过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新浪博客，或者是克切拉禅修林的微信公众号，也或者是仁波切的这个官网，都可以找到这些种种的故事。好，接下去呢，这位大师呢是98任的甘丹赤巴他也是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他的名字是，他是98任甘丹赤巴嘛，就是 Ganden Tripa Jampel Shenpe Rinpoche，Jampel Shenpe Rinpoche，他的名字对，就是98任的这个甘丹赤巴，他是来自甘丹江孜寺的这位一位上师。那关于他的故事呢，其实仁波切也曾经在其中一个开示中提及这一位上师跟这个多杰雄登护法是有关系的。好，那接下去这位上师呢，相信是格鲁派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一世的帕慕卡仁波切，也就是帕慕卡 Chokduru Rinpoche就是帕慕卡仁波切的这个转世，是第三世的转世，也曾经是。不是曾经是，也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那仁波切跟他的法缘是在什么时候结下的呢？其实就是在仁波切1987年刚刚从美国抵达印度的时候呢，在达兰萨拉认识的。那当时候呢，
至尊帕慕卡仁波切，也就是刚才照片里面的那位大师呢，曾经给仁波切药师佛新咒的口传，然后呢，也建议仁波切每天修药师佛的法门，然后观想药师佛和上师是同为一体的。那接下去呢，这位上师呢，其实就是拉蒂仁波切。拉蒂仁波切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中比较年老的那一位，那隔壁的那位呢，就是珍贵的占都古仁波切。那拉蒂仁波切呢，其实也是要求仁波切到马来西亚来弘法的其中一位上师之一。那拉蒂仁波切呢，其实也是那个我们格鲁派非常熟悉的迦杰赤江仁波切和至尊颂仁波切的弟子所以他也是就是这2位传承大师的弟子。那拉蒂仁波切呢，也曾经是甘丹萨基寺的住持，长达这个任期呢是长达8年了，是甘丹萨基寺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师然后呢，他也给占都古仁波切很多开示、传承、灌顶、教法等等。那其中呢，就包括传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大威德金刚的占卜法。好。那就是27岁的时候呢，尊贵占都古仁波切27岁的时候，就是因为迦杰拉蒂仁波切的缘故呢，才来到了马来西亚弘法筹资。接下去这位上师呢是 Khenso Jampa Yeshe Rinpoche， 开苏强巴耶喜仁波切。这位上师呢，也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位上师。那 Khenso Jampa Yeshe Rinpoche呢，他其实也是来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间寺院泽木寺，它其实跟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是来自它其实源自那个寺院跟我们仁波切前2世也算是的那个寺院是非常的有那个联系，有那个深厚的缘分存在。那这个 Khenso Jampa Yeshe Rinpoche 呢，也是就是真正对仁波切这个转世者身份做认证然后呢，安排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做这个坐床大典的这位大师，就是 Khenso Jampa Yeshe Rinpoche所以他其实在仁波切的生命当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仁波切还亲自为他盖了就是将自己的拉章，也就是他的家建了，然后供养给自己的这位上师 Khenso Jampa Yeshe Rinpoche。好，接下去呢的这位上师呢，相信格鲁派的大家也不会觉得陌生，也就是冈坚仁波切。冈坚仁波切呢，也是珍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之一。那他们第一次是在1987年的尼泊尔，应该是1987年、88年的时候，在尼泊尔第一次见面。然后呢，特别有趣的是，冈坚仁波切呢，第一次见到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时候，就已经认证他为一位活佛。虽然当时候仁波切并没有被认证为活佛。仁波切是1990年5月31号被正式认证为活佛的嘛。那其实早在1987年、88年的时候，冈坚仁波切就已经认了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其实就是一位活佛。那当然更早的话，其实1983年的时候，迦杰颂仁波切也曾经口头的认证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是一位活佛。当时候他还甚至不是一位僧人，在1983年的时候。仁波切甚至还不是一位僧人，但是迦杰颂仁波切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位活佛。好，接下去呢，拉玛索巴，这个呢稍微有留意国外弘法国外开示、国外上师的话呢，对这位上师应该也一点都不会觉得陌生他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师，也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接下去呢，这位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上师是 Shapa Choje。Shapa Choje 其实在格鲁派里面，其实他也是扮演着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地位崇高的一位上师。那 Shapa Choje 呢，他的名字其实就叫做 Shapa Choje Jetsun Losang Nima Rinpoche。Shapa Choje Jetsun Losang Nima Rinpoche， 那汉文呢就念起来有一点点拗口，那就是至尊下巴曲节接训洛桑宁玛仁波切，他是甘丹萨基寺的一位大师。那仁波切呢跟他之间的法缘呢，其实就是仁波切当时候拜了他为师之后，其实常常有去服侍这位沙巴卓杰这位大师，比如帮他剪指甲、磨脚底，然后呢还帮他清洗
洗澡、清洗，做所有服饰的工作，占都古仁波切都对这位大师做。因为对于仁波切来说，能够照顾这些伟大的上师或者是年老的这些上师，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养的机会就是清洗。因为仁波切将他们视为佛，当你为这些大师做一些清洗的动作，打扫家里、清洗衣物，甚至可能你亲自服侍他、替他洗澡这些等等，其实都是直接的供养佛。那清洗的这个动作呢，其实更有着净化我们的罪障、我们的业障的这个功能在，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在，所以仁波切非常乐意，也非常愿意去服侍这些高僧大德，或者是甚至是年老的这些上师，仁波切都非常愿意去做。好，那接下去这位上师呢，其实就是来自泽邦洛斯林寺的 Kapje Denma Loche Rinpoche。这位也是上个世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师，但是这位上师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圆寂了。Kapje Denma Loche Rinpoche，这个哲蚌寺 Drepung Losling 的一位大师，也是中国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那接下去呢，这位大家也非常熟悉尤其是格鲁派的，就是扎贡仁波切 Kapje Dragom Rinpoche。这位也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仁波切也常常提及这位上师，而且在2008年的时候，也曾经到尼泊尔去拜见他的上师。好，接下去这一位上师呢，是属于噶举派直贡噶举派的一位在家的一位上师。那这位上师呢，其实他的神通力非常非常的强非常有名。然后呢，也是因为原本占都古仁波切是希望可以成为一名降神师，或者是所谓的神谕媒，那就由这位上师呢来亲自对他进行训练。但后来呢，因为仁波切已经被认证为一位转世活佛之后呢，他就中断了这个成为一名降神师或神谕媒的训练的过程，就终止了。但仁波切呢，一直都非常尊重这位来自噶举派的这位上师，至今都跟这位上师保持非常良好的这个关系。那另一位上师呢，其实就是巴囊仁波切。这位是巴囊仁波切。关于巴囊仁波切的这资料其实非常少，因为这位上师呢，其实他非常的低调，然后常常都喜欢在深山里面做闭关，所以关于他的资料其实并不多。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个仁波切的传记在仁波切的这个博客里头呢，都能看得到关于巴囊仁波切的这些资料。那关于巴囊仁波切呢，他是来自哲蚌洛斯林寺，也就是 Drepung Losling， 他也是属于 Drepung Losling 的。而且呢，其实这位上师真的是因为他常年都非常低调，然后他很喜欢做闭关，都是在深山里面做闭关禅修这些，所以非常少，仁波切也非常难得有机会才能够跟他求到法，所以关于他的资料也相对的比较少。那最后一位上师呢，我们暂时还没提及的呢，就是加瓦仁波切，其实也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那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当时候是1970几年的时候呢，在美国华盛顿接受了加瓦仁波切的开示。是修心八颂的这个开示，还有 Om Mani Padme Hum 的这个口传，六字大明咒的口传，其实都来自加瓦仁波切。好，这一题回答的比较长。第4题呢是什么呢？仁波切几岁出家，在哪里出家呢？这个问题好，仁波切是在1987年出家的，也就是22岁的时候出家。在哪里出家呢？其实是1987年、88年的时候呢，在达兰萨拉接受加瓦仁波切的剃度，然后呢之后呢，他去的寺院就是甘丹萨济寺，也就是他的根本上师迦杰颂仁波切的寺院，所以他就跟随根本上师的这个步伐去了甘丹萨济寺出家为僧，所以他的母寺就在南印度的甘丹萨济寺 Ganden Chatse Ganden Gompa 的 Chatse Dratsang 萨济寺。好，第5个问题，仁波切会说什么语言？仁波切会说藏文、
蒙古文、英文，然后汉文，因为他曾经从出生到7岁其实都在台湾成长。当然仁波切说他不会汉文，但是以我对他的认识，以我对仁波切的认识，仁波切对于基本的汉文的绘画都能够理解啊，因为毕竟曾经小的时候曾经在台湾待过。然后英文、汉文、藏文、蒙古文4个了。然后仁波切因为他在马来西亚大概有20几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普通的马来文绘画、马来话啊，就我们的马来西亚国语啊，仁波切也是稍微了解的。仁波切对语言的掌握其实非常的好啊，语言是难不倒他的。好，第6个问题，为什么占都古仁波切的英语这么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仁波切是7岁的时候抵达美国，到22岁离开印度之前的这15年，7岁到22岁的这段15年时光都在美国。那所以呢，仁波切会说一口标准的美式流利的标准美式英语是一点都不出奇的，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因为仁波切15年的时间都在美国。好，接下去的问题是最常问到我的是，仁波切在哪里呀？其实仁波切在马来西亚就是开了这个一个佛教道场，那这个道场呢就叫克切拉。当然这个我会在下一个问题回答。仁波切这到底马来西亚在哪里呢？马来西亚其实就在泰国的南部，新加坡的北部，所以它是在泰国在上面这边，然后新加坡在这边嘛，那马来西亚就在中间啊，所以呢仁波切就在马来西亚。但是仁波切经常也会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他不一定会在马来西亚，但是他就在马来西亚创建了他自己的道场，就在马来西亚。好，第8个问题，仁波切到过中国吗？那这个也很多国内的朋友都一直问我这个问题。是的，仁波切曾经到过国内，曾经到过中国。以我的理解范围，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呢，仁波切去过北京北京雍和宫肯定去过，因为当时候仁波切说他第一次去北京雍和宫的时候，并不知道说原来里头供着这么大的一尊宗喀巴大师像。是直到他进去之后才发现，哇，原来里头有这么大的一尊宗喀巴大师像。然后呢，仁波切也去过成都，仁波切也去过四川省成都，对。然后还有就是去过乐山大佛，因为仁波切都专门去可以朝圣的地方，因为他实在太喜欢朝圣的地方，佛教朝圣的地方，所以乐山大佛也去过，成都去过，北京去过，然后西藏拉萨肯定去过因为他也去过西藏的甘丹寺然后也去过拉萨尼木县的杰吉寺，然后也去过日喀则的这个班禅大师的住锡地扎什伦布寺，他都去过所以仁波切到过中国吗？是的，仁波切到过中国。好，第9个问题，仁波切有道场吗？这个道场成立了多久呢？其实仁波切的道场呢，其实就在马来西亚嘛，刚才我说了。那这个道场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克切拉。克是什么克呢？就是那个1000克、2000克，多少斤、多少公斤克就是这个克切拉的克。然后呢，切呢就是那个迫切的切，拉呢就是拉。我拉这个东西，我拉东西的这个拉，克切拉。为什么叫克切拉呢？其实克切拉其实是金刚瑜伽母，也就是那洛卡却佛母净土的梵语 Kechara 的一个汉文的音译，所以呢把它译成克切拉，在梵语里头其实叫 Kechara 其实就是金刚瑜伽母，或者是大家可能会念成那洛卡却佛母，它的净土就叫 Kechara， 所以仁波切所设立的这个道场呢，是以金刚瑜伽母的净土为名。然后这个道场成立多久呢？克切拉呢是在2001年正式注册成立，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年的时间。好，最后一个问题，仁波切是怎么弘法的？仁波切弘法吗？仁波切是怎么弘法的呢？仁波切当然有弘法呀，所以呢，大家可以每次在网络上，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新浪博客，或者是新浪的这个微博，或者是仁波切的官网，大家所在网络上看到的开示，其实就是仁波切的开示，那些文章、那些文字、那些视频、那些音频，其实都是仁波切的这个开示。
它的弘法的一个方式管道。那仁波切呢就认为说，透过这个网络，比如说透过网站，比如说透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微博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平台，甚至是直播，就能够接触到更大更广的这个群众，所以呢那个弘法呢也就能够弘给更多的人。所以呢这就是占都仁波切弘法的其中一个管道。当然仁波切也有见弟子啊、见信众的时候都有，但是仁波切近几年都是透过网络去进行这个弘法的这个动作。好，所以这一次呢就一口气回答了大家想要知道的尊贵的占都仁波切的10大问题今天就一一的把它回答了。那如果你想进一步的了解尊贵的占都仁波切的话呢，就要留守就是仁波切的这个博客仁波切的网站，仁波切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叫什么呢？大家可以自己搜一搜，其实就叫做克切拉禅修林，禅修嘛，禅修打作禅修，然后林呢是双木林。然后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在新浪博客上面呢可以搜占都古上师的博客，或者是微博都能够看得到占都古仁波切的消息开示等等。那如果你有兴趣要了解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生平的话呢，也可以到网站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找到仁波切的这个生平传记。那这个生平传记的名字呢就叫承诺这倒反了没关系，承诺就是仁波切的整个生平故事，还有包括他的这些照片从未公开过的照片，都能够在这个传记里头看得到。好，这次就已经回答了10道问题。那接下去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师50颂。那上师50颂，这个有点拗口。上师50颂其实说的就是所谓的上师依止心。那藏传佛教最讲究的是上师50颂的这种里头所说的那种依止上师的那种精神。那怎么去依止上师？什么是依止上师？如何依止上师？正确的依止上师，如理依止上师，这些其实都在上师50颂里面都有跟大家说到。所以呢，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上师50颂之前呢，我想可能可以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所以呢，就有了今天这个回答10道问题的这个一个视频的一个构想。那好吧，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下一个视频呢，我们将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师50颂，说的就是怎么依止上师怎么如理依止，什么正确依止，为什么要依止，这些通通都会在下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好了，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拜拜。